我怎么会穿着古代的衣服啊？哇，这是古代吗？我去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不是加班猝死了吗？小姐，都几个时辰了，你可算醒来了。为了萧子谦这个负心汉，不值得您这样。萧子谦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站住！放开！放开我！萧子谦，你难道忘了我爹对你的提携之恩吗？你怎么敢害我宋家满门之子？提携，都是你们宋家害得我跟柔儿有分离之苦。你们宋家满门抄斩只是利息，我要让你痛苦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这才是我要收回的本钱。走吧。爹爹，都是女儿的错，女儿给您赔罪。小姐，别动！小姐，小姐，这不是我看的那本虐恋小说吗？我操，我穿越了，我还穿越成了虐文女主。按照小说，这个萧子谦妥妥是男主模板啊！为白月光杀妻正道，还一举推翻暴君，和新皇共坐江山。等等，那我不是死定了？今天是林柔儿进门的日子，这么算，不超过3个月，我就要连同宋家所有人被萧子谦一锅端，满门抄斩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上天给了你一个富足的家世，自然会给你一个不幸的男人。不行，我得抓紧跟这个煞星合力，才能保住脑袋，顺回丞相府。小姐，你在嘀咕什么呢？青我，你去准备一下。早就准备好了，小姐，丫鬟们都带着藤条呢。那个狐狸精，别想好过。你是不想我好过吧？啊，我是说，准备好喜字跟红绫，再把这府里所有的好东西都给我用上。我要把我夫君的婚事办得热热闹闹。啊！把迷琴香点上，把水也备齐，再给那个女娇娘准备一份赤色肚刀，将军肯定喜欢。那将军不是更迷上那小妖精了？这就对了。林柔儿，能不能让将军更上头，赐我一纸和离书，就看你的了。哼，小姐这是伤透了心，魔怔啊！苏瑶芝，这不是我拿便宜老公？你这么快就完事儿了？宋瑶芝，你尊为丞相嫡女，整天污言秽语。将军这是不满意？没事的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告诉我，下次我肯定办好。别给我装疯卖傻！你明知道今晚上皇上设宴，还在柔儿的房间点迷清香，试图留住我，就是想让陛下迁怒于柔儿。我操，误会了！你信我，我是真心想让你俩好的。要不这样，作为赔罪，你休了我吧，这样正气的位置就是林柔儿的了。别给我欲擒故纵！宋瑶芝，别以为你装的贤良淑德，我就会高看你一眼。你敢伤柔儿半分，我绝对不会饶过你。萧子谦，你他妈也太自恋了吧！我没工夫跟你鬼扯，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收拾好，跟我去面圣。秦武，你说我俩都处成这样了，他为什么不愿意和我和离？小姐，这桩婚事是您哭求3天陛下赐婚的，借将军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休了您啊！哎，这恋爱脑真是作孽！要想和离，岂不是只能去求那个暴君了？要是在战场上，你这样浪费时间，不知害死多少人。所以我不去打仗啊。宋瑶芝，
你小点声，我耳朵很好使的。夫人花时间打扮，也是为了将军见了欢喜啊。进宫的时间快来不及了，将军还是早些出发吧。还是柔儿体贴，你连她半分都比不上。你自己可是默契，还怪上我呢？好饿，什么时候才能吃饭？宋瑶芝，待会儿你要在陛下面前失了分寸，我绝不饶你。确实，书里这位九五之尊，虽然文治武功卓绝，却是个十足的暴君，喜怒无常，我还是悠着点吧。我保证不会再乱说的。他之前可没这么听话，大抵是我现在有了军功傍身，怕了。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讨好我，可笑！皇上驾到！子谦，快请起，你我之间不必行此大礼。是。萧宋氏也请起吧。声音还怪好听的，可现代高低能进，以后当个虚拟男友。啊！我去，这颜值，抓去娱乐圈都能出道了吧？不可直视陛下。陛下，臣服错了。臣服是觉得陛下像庙里的天神一样，一时间看呆了。2年不见，宋相之女真是越发有趣了。子谦，你可得好好珍惜。是。好吃啊，简直比预制菜好吃100倍，下次还来。宋瑶芝，你吃成这个样子，是让别人嘲笑我将军府不给你吃的吗？你不懂，要是能一直过这样的日子，信你愿意一辈子荤素搭配。这胸，这腰，这腿，这是我能看的吗？比某音还顶啊！苏瑶芝，你放开本公主！苏瑶芝，你放开本公主！我勒个公主！大胆，本公主的水袖你也敢抓？臣妇无意冒犯公主，只是被公主的舞姿所迷住，才抓了公主的水袖，还请公主恕罪。你真觉得本公主跳得好看？何止好看，简直是倾国倾城，仙女下凡。这宋瑶芝何时这般有趣了？算你有眼光，回去吧。陛下，御书房那边都准备好了。是。总算逃过一劫，还是老老实实干饭吧。苏瑶芝，你怎么光顾着吃啊？你难道不想为子谦哥哥献上一舞吗？我，臣妇舞姿丑陋，就不献丑了。当年萧宋氏一舞动京城，何等的意气风发，如今竟然连舞都不敢跳了。子谦，此事要是让宋相听到，怕是会让他寒了心。陛下，臣自新婚之夜便奔赴战场，刘瑶芝独守空房整整2年。臣每当夜里想起，便心痛不已。臣只盼不愿再辜负另一名女子了。啊，您这转折！臣在边关曾受林柔儿相救，臣想娶林小姐为平妻，恳请陛下赐婚。这是跑我这刷经验来了，学成了就去补偿林柔儿。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萧宋氏，你怎么看？
陛下，大婚之日，将军曾经亲口答应我爹爹永不纳妾，可成亲还不到3年，他就将陌生女子领进门，臣女受不得委屈，还请陛下让我们和离。臣女叩谢陛下大恩。陛下，臣只是心疼林小姐自幼失去双亲，想让她的生活更安稳一些呀。那你把她升为义女，不更安稳啊？对啊，干脆你直接把她收作义女，不仅吃穿不愁，以后还能八抬大轿的嫁人，多好啊！我看你就是馋人家身子，你下贱！哎，陛下，你也不必过分苛责，男人嘛，很正常。不如您就成人之美，让我们离了，我们好。够了，萧宋氏，你也不必说这种话来试探朕。林氏对萧将军有恩，朕自会给予他应得的赏赐。但一介草民，与丞相之女平起平坐，爱卿，你是想打朕的脸？臣不敢。朕与宋想一心盼着家和万事兴，莫要让朕寒了心。是。你扶我一下，腿麻了。夫人不是很厉害吗？那就请自己会吧。你们回来！我不认识路。这个黄哥这么大，这怎么出去啊？哇，这配置就是传说中的御书房吧？您所中之毒名生死蛊，只要每月15用鲜血浇灌子骨，3个月后，子骨就能吸走陛下身上的蛊毒。不过这3个月，不要让任何人碰这只蛊虫。为何？我的天哪，是他！这不是那个暴君花美男吗？这只子骨一旦咬了人，被咬的那人就会成为子骨的宿主，从此与陛下同生共死。完了，听到这种事会杀头吧？你听到什么了？你听到什么了？陛下，我就是在宫里走了几圈，我出不去，我迷路了。要不我走？好啊。你看朕像傻子吗？宋有之，你想死，朕成全你。陛下不可！如今他与您性命相连，他若死，陛下也会。万万不可杀他呀！君姑娘可还有破解之法？只要将他的血再养一条子骨，每月15放血喂养，3个月即可养成。我放，陛下，多少钱我都放。陛下您别杀我，我保证一个字都不会说出去的。起来，以后每月15，朕会派人接你进宫。滚吧！宋瑶之，丞相府满门的命，可都背在你身上了。青舞啊，外面吵什么呢？陛下给那狐狸精赏了一座宅子，他还不愿意搬呢，在外面和姑爷闹呢。什么？他要搬出去？那可不行，他要是走了，我不是得跟萧子谦过一辈子吗？萧子谦，你怎么好意思把你救命恩人赶出去？太不是东西了！我？你还好意思说我？
昨天在陛下面前，你说的是什么？关我屁事儿！还不是你自己意志不坚定。要是你能再多坚持一下，陛下说不定就赐婚了。子谦哥哥，看在柔儿陪你出生入死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就让柔儿留在将军府吧，哪怕是做一个粗使丫鬟，柔儿也心甘情愿。你听听，人家多善解人意，人家还一心一意的想着你，你怎么好意思赶人家走？那就留下吧。妹妹快起来，妹妹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。不必如此惺惺作态，夫人想拿我要挟将军，不可能。妹妹，我说你也别太爱吧，这个男人的嘴是骗人的鬼，他都没有在陛下面前为你要个名分，你图他啥呀？我就是说，我不在乎，只要他爱我就够了。宋瑶珍，总有一天，将军不会再受你摆布。浮躁，这年轻人都太浮躁，一个两个的这么不配合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当我的咸鱼啊？小姐，你怎么都不着急啊？这几天那狐狸精别提有多得意了。那不是很正常吗？人家小两口郎情妾意的，但是他俩到现在一直没圆房，你说是不是萧子谦那方面不行啊？小姐，这个不兴说。哎呀，好，不说。你看你吃个葡萄。小姐这么反常，怕不是心伤久了，快憋疯了。我得让相爷知道。这都15了，宫里人怎么还不来见我？狗皇帝该不会找到新法子了？回头就要给我嘎了吧？还好我反应快，你又在这发什么疯啊？你不是都跟宋相说我冷落你了吗？看来丞相之女也很饥渴呀。我今天晚上好好伺候你。萧子谦，你把自己当霸总了是吧？滚！你胡说什么？宋瑶芝，我告诉你，欲擒故纵也有个度。他这个样子，不会是被林柔儿下了催情散吧？书里倒好像有这情节。不是哥们儿，你要是伟哥吃多了的话，咱院里有个池塘，你出门左转右转，到了你就跳下去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哎呀，不是，我可听说这玩意儿憋久了它就坏了。对，我想你找你家林柔儿也行，我对你真不感兴趣，你快点的呀！有病！夫人跟我走吧，陛下等着急了。臣女参见陛下。起来，放血。八块腹肌，这身材也太好了吧！朕看你这眼珠子留着也没用，要不挖了吧？陛下，臣女错了，臣女下回不敢了。不至于吧？就看一眼，你要嘎我？陛下，臣女还罪不至此吧？陛下要不给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？朕是让你起来，放血。陛下，有什么放血的器皿吗？
要朕帮你吗？不用不用，陛下，淑妃娘娘闯进来了，我们实在拦不住呀！淑妃，那个嚣张跋扈、艳压六宫的淑妃，完了完了，她看到我在这儿，她得杀了我呀！陛下，陛下，要是被他认出来，你这颗脑袋就别想要了。陛下，您可千万别亲着我，不然咱俩就算婚内偷情，是要被拉出去进猪笼的。你闭嘴！这又是哪位妹妹？陛下是纳了新人进来吗？朕想宠幸什么人，还需要你同意吗？难道爱妃也想一起？朕倒是不介意。听听，说的是人话吗？哼！奴才办事不力，求皇上责罚。今日当值的，全都去慎刑司领罚。是。进了慎刑司，不死也得惨。果然，伴君如伴虎，人命连草芥都不算。愣着干什么？起来放血！啊！可以了。怎么忽然这么听话？下来。莫名其妙就要死这么多人，臣妇是怕了。你是觉得朕很残暴无情，那些工人很可怜？那朕今天就给你一个机会，把身上的衣服脱干净，脱一件就一人。这狗皇帝真离谱啊，难怪被推翻了。怎么，不愿意？啊，我能再多穿几件衣服吗？我全身上下就5件衣服，就算都脱光了，也只能救5个人。你若真敢脱干净，所有人的刑罚都免了。好。别脱了，真不想看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丑八怪。穿上。陛下，我不丑，我身材还可以的。宋瑶芝，你害不害臊？在朕面前脱成这样，作为臣妇，你知不知道？这要是放在民间是要进猪笼的。陛下，这不是您说的吗？脱一件救一人。你跟这些宫女太监认识吗？你就救，他们的生死与你何干？老娘生在红旗下，就不可能见死不救，好吧？怎么没关系的？他们要是死了，外面肯定传陛下是昏君，可陛下明明是英明神武、治世贤君，臣女绝不会让这种谣言传出去。再说了，咱们这个朝代，就算是要进猪笼，也得是男的先进。陛下，您先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件衣服没脱完。不杀了！啊？不杀了！朕说到做到。你把衣服穿上。好嘞。宋相之女，果真不同凡响。谢陛下夸奖。福临，你进来。皇上，奴才正准备处理那些罪奴呢。都射了吧。谢皇上。是宋相之女生了副好心肠，你要谢就谢她吧。奴才谢萧夫人大恩。别客气，我不过就是脱了几件衣服。宋瑶芝，你给我适可而止。宋瑶芝，你给我适可而止。把这女人弄走。是。福公公，陛下这怎么又生气了？有道是天威难测，萧父，宋姑娘，请吧。皇宫真不是人待的地方，还是自家舒服。萧子谦不来烦我的话，小姐，长乐公主递来请柬，邀请您去御花园喝茶。这种烟火就是用来推剧情的。
指不定出什么幺蛾子。不去，狗都不去。小姐，这可是公主办的宴会，谁不去就是不给皇家面子，容易杀头的。杀不杀头都无所谓，主要是喜欢热闹。快备车吧！哎，将军怎么回事啊？这种规格的马车，全将军府才2架，他竟然把自己的送给林柔儿了。姐姐，将军给我安排和你一样的马车，姐姐该不会生气吧？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妹妹你努力，只要我跟将军和离了，等姐回府，姐送你4匹马拉的车，加油啊！就这，萧家的将军府还是太穷。王小姐，不错的，哎，瑶芝姐姐，快过来跟本宫一起来呀！今日瑞王和萧将军在御花园的另一边，女眷这边就由本宫来主持。承蒙各位抬爱，今日试宴营的人，本宫可以赏他一个心愿。殿下，我们该怎么对呢？今日这菊花开得甚好，那我们今日便以菊为题。柔儿，听说你在江南游历时就颇具诗名，不如你先来。不好吧？柔儿家世浅薄，不敢卖弄。你们家可是书香门第，哥哥更是高中探花，如今任翰林院喝比郎，听说他都夸赞你的诗才呢。不像某些人，仗着自己家世蛮横，实际上连大字儿都不识得几个吧。公主倒是个真性情，能处。可惜她若强行压住，我只会被这些无头苍蝇啄得更被动。承蒙姐姐们抬爱，殿下，柔儿献丑了。昨日风雨催芳蕊，长空雷震乱心魂。今日晴空逢旧友，红尘花开好时候。妙极！柔儿果然是才女啊，难怪子谦哥哥喜欢呢。听说她出征前也是那年的探花郎，才华之甚，仅次于瑞王殿下，当真是郎才女貌，让人羡慕啊。瑶芝姐姐，柔儿听闻你从小就熟用文墨，是当时的才女。今日大家兴致已到，不如你也来一首如何？熟知文墨，哎，不行，我肚子疼。皇兄，这宋瑶芝不是向来很笨吗？何来熟用文墨一说？他力气大，想当年他同皇子们一同读书，与你4哥5哥处得不快，抡起砚台就是砸。你那时候还小，躲过一劫呀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他应该要出丑了吧？宋瑶芝，你快来吧，大家都等着见识你呢。瑶芝姐姐，柔儿不会说错话了吧？林柔儿，你个不争气的，这么多心思你去争你的大宝贝萧子谦啊，非要来招惹我，真把我当纪晓帚。公主，你放心，打他们洒水啦。啊，哪里洒水？献丑啦！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难道这诗已经被人抄了？老天爷，你别搞我！好一句满城尽带黄金甲，萧夫人文采斐然，无人能及。萧夫人文采斐然，无人能及。瑞王殿下，不愧是丞相之女，这首诗当真是千古绝句啊！这样一看，林姑娘那首倒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。皇兄，你怎么来了？还有小事3？那边实在太无聊了，我就跟着皇兄一起过来了。确实，还是这儿精彩。萧夫人，你这首诗一出，别说是女眷这边，便是我和子谦都不敢再作诗了。
过奖过奖。这就是书里最后的赢家，那位潜龙于野、胸怀天下的瑞王。我朝自太祖以来最重文运，而你们眼前这位，凭此绝句，足以跻身文坛，开宗立派。所以，是谁给你们的勇气，敢对他出言不逊？又是谁给你们的勇气，在公主尸宴上妄图断我朝文运？怎么，是我皇家无人？怎么，是我皇家无人？瑞王殿下，我错了，宋姑娘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，宋姑娘，饶了我吧，我知错了，饶了我。至于先前说的林姑娘家里书香门第，家兄又高中探花，任职翰林院喝比郎，还是不错的，不像我宋家4世3公，我哥哥也是状元郎，先帝殿试亲赐，任翰林院主簿，好像比喝比郎要高那么几个官阶呢。不过我不是拼爹的人，柔儿妹妹，你莫要在意。宋瑶芝，我记住你，还有你的这首诗。别呀，这是反诗，你可千万别记住，到时候反了算我的是吧？多谢殿下。瑶芝姐姐，你可太厉害了，我就瞧不上林柔儿那种狐媚劲儿。不过子谦真的要娶她为妻啊？可不是嘛，人家铁了心呢。啊！瑶芝姐姐，你命也太苦了吧？要不这样，你也去找男人？怎么了嘛？就允许他们男人找小妾，不允许我们女人找男人啊？允许，那可太允许了。我只是没想到，咱们公主不仅样貌出众，这思想也这么超前出众啊！瑶芝姐姐，就冲你这句话，以后咱俩就是好姐妹了。好啊，以后咱们姐妹2人互相帮忙找男人，优秀资源共享。这个林柔儿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这心理素质，我去那边看看。哦，好。林柔儿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，我何里还指望你呢？宋瑶芝，你个毒妇！完了，该走的剧情还是逃不掉啊！萧子谦，你脑子有病吧？摘道具都不限用的手段，这你都能信？真不知道你这种蠢货是怎么带兵打仗的。瑞王殿下，你在宫中就敢对丞相嫡女动手，将宋相的颜面置于何地？是我冲动了，谢殿下提点。谈不上提点，只是你家夫人诗才绝世，足以中兴我朝文运。本王劝你对她好一点，免得将军府被人冲烂。啊！多谢殿下。应该的。回去再跟你算账。走。你怎么不跟萧子谦说那是林柔儿陷害？本王全程在场，可以为你担保。这有什么好说的？所见即所想，心怀卑劣，便只见卑劣。好一个所见即所想，当真是妙人。萧子谦怕是配不上你。你怎么不赏林柔儿几个耳光啊？出气也好呀。殿下，如果一段感情里要争宠才能得到爱，那就是这个男人有问题。你要考虑的不是怎么干掉第三者，而是怎么干掉这个男人。太后懿旨，宣萧宋氏觐见。瑶芝姐姐，母后向来不喜你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太后只说请将军夫人一人，公主就不用跟着了。
没事儿。童公公，咱们走吧。不行，母后向来亲近子谦哥哥和林柔儿，现在看来只有皇兄能救她了。我得去找皇兄。哼，长乐，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皇兄，你给我个面子，救救瑶芝姐姐吧。她被母后带走了，少不了一顿训诫。太后，百家慈宁宫，百家慈宁宫。哦，我的面子什么时候这么好用了？萧夫人，太后正在午睡，你恐怕是要等一会儿了。那我能先起来吗？没有太后的允许起来，就是失仪。那给我把伞吧，下雨了。您还是就这样等着吧。肯定是萧子谦这个狗东西跟太后告状，想娶林柔儿你娶啊，折腾我干什么？跪着干嘛？太后传臣女问话，臣女来了，她就在午睡，还让臣女在这跪着等。愚蠢，让你跪你就跪。那我能怎么办？人家是太后，我要是不跪在这儿，她砍我脑袋怎么办？你可以装晕啊。对啊，我往地上一躺，太后还能让我死这儿不成？起来。还跪，膝盖不要了。参见太后，陛下看臣女在外面晕了过去，就把臣女带了进来。一派胡言！萧宋氏，你当哀家瞎了吗？四老太婆果然是冲我来的，前面不一定躲哪个角落看我。陛下，这个萧宋氏举止嚣张，让子谦心寒，哀家略惩一二，这你也要管？心寒，那朕倒要问问你，你无故刁难相府嫡女，就不怕宋相心寒？是相国重要，还是萧子谦重要？你是规矩重要，还是您的喜好重要？陛下，哀家可是太后。那到底是太后大，还是天子大？那到底是太后大，还是天子大？陛下，太后的意思。哎呦啊！狗奴才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朕在问太后，是太后大，还是天子大？自然是天子大。那既然是朕大，朕就要把丑话说在前头。后宫不得干政，萧子谦也好，相国也罢，都不是您能放屁。哀家自不会干政。宋瑶芝，哀家也是为了你好。你嫁给子谦2年无所出，柔儿和子谦又是同生共死的情谊。哀家打算封柔儿为柯柔郡主，嫁给子谦做平妻，好绵延子嗣。不是太后，萧子谦去边关2年，我若有所出，萧子谦他敢认吗？您还是管好自己的儿子吧。瑞王是您嫡出，朕碍着您的面子，没管他这些年背后的小动作。但若您管不了，朕也乐意代劳。逆子！怎么，出了口恶气，舒坦了？陛下，这回我算是把太后给得罪死了，她以后
要砍我脑袋怎么办？放心，你这颗狗脑袋朕保了，在这儿，朕最大。那是，别说这儿了，全天底下有谁比陛下您大呀？这话怎么怪怪的？宋瑶芝，朕看你是嫌命太长了。陛下，我错了，你别误会，您不大，不是，我是说你很大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您就别靠近了呗，陛下。怎么，怕了？不是，是您真的大了。您看，抵到就不礼貌了吧？回宫。宋瑶芝，谁叫你这么穿的？把裙子穿好。这么纯情的吗？陛下，上次你让我脱光的时候也没这么大反应啊。出去。宋瑶芝，你要是不会说话，朕就割了你的舌头。以后你都别说话了。陛下，这是什么呀？不要，你自己好好照照镜子，饿得前胸贴后背的，朕怎么用你的血？关心就关心嘛，口嫌体正直。多谢陛下。出息。陛下，我是打心底里烦萧子谦，他也烦死我了。要不你就让我们和离了吧。宋瑶芝，2年前你可是以死相逼，让朕赐婚的。什么？陛下，你有后宫佳丽3000，你肯定懂，哪有可能一直喜欢一个人呢？宋瑶芝，你真应该听听自己说的是什么话。你一个女子，你也想要后宫佳丽3000？我倒是没有过这样的想法。谅你也不敢。有那么1、2个就行，多了身体吃不消，养在家里还吵呢。陛下，你肯定懂的。朕不懂。宋瑶芝，你学不会3从4德也就算了，你总得知道什么叫从一而终吧？那萧子谦也没从一而终啊，他能3心2意，为什么我不行啊？你真应该让你父亲听听说的是什么话。朕瞧着你跟萧子谦简直绝配，都是薄情寡义之人。我怎么薄情了？我不过是想给天下所有美男一个家。你闭嘴！这些刺客肯定是来杀他的，只要我不出声，应该不会死吧？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皇上，你没事吧？陛下，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责罚。我操，萧子谦，咱俩现在这样跟捉奸在床有什么区别？来人，送这位娘娘回宫。不必了，她今晚跟朕睡。恭送陛下。陛下，等等。我天哪！这要是被认出来，老娘这辈子也算彻底社死了。跟皇帝红杏出墙，妥妥的杨玉环，这要被天下人给骂死了。他好歹是男主呀，别匹夫一怒，把我和皇帝给嘎了吧！你要杀他，别杀我呀！萧爱卿，这附近的刺客还没清干净，不如臣送您回去吧。不必了，你还是早日查清凶手。是。宫里的娘娘好像不穿这种鞋吧？
萧将军，还是快点让人把尸体抬出去吧。放我下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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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我下！给你。罢了。朕是天子，你拿着朕的玉佩，就算晚上有冤魂来找你索命，也不敢接你的身。陛下，世上根本就没有鬼神之说，你可千万不要信这些东西。有多少皇帝求仙问道，最后都没有好下场。宋瑶师，朕看你现在又好了是吗？不要算了。啊！多谢陛下。出息！宋瑶之，朕看你胆子大得很。哪有？人家怕死了。这是龙尾巴，这我能做吗？怎么？我很重吗？不是你重，是我受伤了。皇上，皇上，奴才去传太医。不急，他怕血，等他走了再说。去拿点治伤的药给他。是，奴才这就去。陛下，你受伤了。你不瞎呀？路上黑，我没看清楚，我以为是刺客的血。你回去吧，再晚些萧子谦会起疑的。这话说的好像我们真的同行似的。好。宋姑娘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我让高大人来接你啊！多谢福公公，福公公，您可真是个大好人。给几颗药，帮你叫个人就叫好人了，搞笑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要不我背你进去？不用，扶着我就行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干什么你？还装？不是你找太后让她帮你出气的吗？我不知道太后她会。你知道今天雨有多大吗？水漫金山都没有那么大，我就在那雨里跪着。你是想让我死呀，萧子谦？我死了，好给你家林柔儿腾地府是吧？宋瑶之，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，怎么能为了我做这种傻事？啊！就算我娶柔儿，也不影响你的地位，你何苦作践自己？你想多了。我扶着小姐就好了，不劳将军费心了。这是跟主子说话的态度吗？不懂规矩的就趁早发卖了。小姐才是我的主子，只有小姐有权利发卖我。你萧子谦，他可是丞相府的人，我的人。你要是敢动他一下，我全魂在林柔儿身上。你要是敢动他一下，我全魂在林柔儿身上。你，请我们走。小姐，我去给你拿药。啊！男女授受不亲，萧子谦，你有完没完？我是你夫君，怎么就碰不得了？再说了，你这伤都是因为爱我，我有责任。你可拉倒吧，萧子谦，
你能不能好好照照镜子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一个新晋勋贵，地位低的吓人，长得吧算是马马虎虎，京城里一抓也是一大把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为你自残？你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吧？宋瑶芝，咋了？你还想打我不成？且不说我是当朝宰辅的女儿，就凭我一首诗，名动整个京城。我现在的名声比你大多了，你敢动我一下，皇上明天就撂你。你是真贵啊，这还不动手？我都戳你心窝子了。你敢动手，我就敢要医药费，顺便美滋滋和离。宋瑶芝，你非要这么气我吗？你明明就是在乎我才这么生气的。过2日，我娶柔儿进府，这都是太后的意志，我改不了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对你更好，咱们3个把日子过好，这比什么都强啊！哼，我萧子乾，你牛，你赶紧滚！你。夫人这么悠闲呢？嬷嬷是来贺喜的吗？今日萧将军大婚，太后让奴婢告知夫人，若有人欺辱柯柔郡主，太后定不会让他好过。好，好，好，以后啊，我一定像伺候太后一样伺候柯柔郡主。你就是轻误吧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柯柔郡主说这丫头对她不敬，既然夫人管不好婢女，那必由奴婢代劳。我自己的人，我自己管就行，不劳嬷嬷费心了。嬷嬷没有事儿就回去吧。这是太后懿旨，奴婢要是这么回去啊，可是要受罚呢。小姐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夫人，你还是好好的看着吧。你别动他！别动他！小姐别担心我，请我不疼。小姐别担心我，请我不疼。不疼？不疼，不疼，不疼！放开！请我找大夫，我这就去帮你找大夫。哎，今日是将军大喜的日子，可不能找大夫，会冲撞喜庆。找大夫吉利不吉利我不知道，但今天要是见了血，一定不吉利。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今天你要是死在这儿了，你说吉利不吉利？你干什么？我可是太后的人，你敢伤我？伤你？我杀了你又怎么样？我父亲是当朝宰辅，你当真觉得太后会为了一个贱婢跟相府撕破脸吗？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！请我，小姐，你等着，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。夫妻对拜。等等，等等，你来干什么？胡闹！来人，把夫人扶下去休息。我看谁敢！将军娶了平妻，就不把我这个正妻放在眼里了是吧？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。姐姐，你有什么怨气，对我发就是了。你这样做，把将军的颜面置于何地啊？林柔儿，真以为就你会吗？还求柯柔郡主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主仆2人一条生路吧。萧将军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娶平妻也就算，这怎么回事？为何要将正妻赶尽杀绝呢？萧夫人，这么过分啊！你说这里发生何事？
你说出来，我跟在座的各位都会为你做主。宋瑶之，你到底要搞什么幺蛾子？刚刚杨嬷嬷带着人进来，按着我就开始打，说是要替郡主教训我，还说我只是区区一介臣女，比不上郡主的金枝玉叶，让我以后好好伺候她。我的婢女为了保护我，已经是被打得不省人事了。我从未做过对不起郡主之事，郡主为何要如此待我？我从未做过对不起郡主之事，郡主为何要如此待我？你别胡说，我没有做过。郡主说没有，那就没有吧。不过还请郡主行行好，帮我的婢女请个大夫，我俩情同姐妹，她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也就不活了。郡主行事当真很厉害，还没过门就将萧夫人欺负成这样，日后这萧夫人是不是连命都不剩了？将军，我真的没有做。这件事可能是有误会，你先起来，我叫人去请个大夫。真的可以请大夫吗？杨嬷嬷说今天是你们两人大喜的日子，就算打死我也不能请大夫，不吉利。原来不会不吉利吗？宋瑶之，就是打了一个婢女而已，怎么就打你了？你承认了。萧子谦，这种女人你也敢娶啊？姐姐，妹妹不是故意的。前段时间太后找人问话，太后她什么都知道，妹妹瞒不住，所以就让轻雾给你顶包了。妹妹跟你认错了。误会而已，打个侍女没多大问题。瑶之，你就原谅柔儿。将军，你敢打我？我原谅你的马，轻雾是我的人，你们凭什么动他？现在我打了你，你原谅我吗？你打便打了，只是莫怕，今日世伯为你撑腰。萧子谦，你连妾都管不好，我们这武将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姐姐，他是你的夫君，你怎么可以打他呀？他是你的夫君，不是我的。还有，以后别再叫我姐姐，我妹妹在丞相府，你嘛，屁都不是。这是将军的婚宴，你不给将军道歉就休想走。我打他忘打你是吧？我是郡主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打你就打了，还得挑日子。宋瑶之，你若不认错的话，休想以后我再理你。大哥，你洗洗睡吧，多看你一眼都算我输。你今天轻雾因为你挨了20个巴掌，迟早有一天我会还回来。哼，好一对狗男女。将军，姐姐，她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你别多想，他做这些只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罢了。宋瑶之，你大闹婚宴，那么多人给你撑腰又如何？只要将军的心在我这里，你永远都是输家。芷芷，你现在就带着你的陪嫁丫鬟跟老夫走，老夫送你回相府。这阿杂之地，老夫一刻都待不下去了。多谢师伯。等等，周大人，瑶之是我的夫人，你这样说带走就带走，不太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将芝芝一个人丢在京城2年，你有没有想过不合适？你一回来就娶这狐狸精为平妻，你有没有想过不合适？大婚当日，你让人殴打正妻和他的婢女，这又何不合适？我现在倒想问，你找他娘干嘛去了？就算瑶之要回娘家，您非亲非故的，也轮不到您吧？非亲非故？哼，周某与宋相乃手足之交，芝芝又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在这放什么屁？子谦只是为了宋家着想，若让旁人知道的话，还以为他宋家没人了呢。谁说我宋家没人了？